我在这儿呢。你看这样行吗？很好。来，哥，一鸣对粉丝都这么好的吗？小江总，我也要当粉丝。来，给你。谢谢陈总。江总，有事儿吗？我来喝咖啡。平时也不见你来喝呀。我叫你来公司是来做咖啡的吗？跟我走。江总，上班不能做咖啡，但可以玩游戏啊。什么来玩游戏啊？咱们是来视察工作的。哦。跟紧我。江总，你好厉害呀！才发现啊。走啊。好。还挺有默契啊。嘿嘿。江总，江总，江总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这儿呢。你还好吗？你个猪队友，没想到打起游戏来还能开挂。我说过的，我会保护你的。